那我们都看过《和谐拯救危机》，您在节目里说，鬼神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，没错。那么，你们要想看见鬼神，我可以教你们看见您说的，但在节目里头您没有讲往下讲，您能教我们怎么能看见鬼神吗？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有小婴灵的存在。对，修定。修定怎么修定呢，师父？就修清净心。那怎么修清净心啊？方法很多啊。你比如我过去有个同参道友，没出家呢，跟我是很好的朋友，抗战期间同学，我们同年，我学佛了，他也真跟我出家了，也学佛了，我们一同受戒，受戒完了之后，我到台中去学这个经教，学讲经，我就要他，他去学密去了，学密宗，学密宗去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这个学讲经啊，讲的社交群滥，没人相信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就学密，学密的时候我有神通啊，我说一点神通，人家就相信了。”他真用功，真用功。学密入门的时候，先磕10万大头，10万个大头，对，先磕10万个大头，10万个大头，大概一天的时候要拜3000多拜的样子。3000多拜要几个小时呢？要差不多应该要10个小时吧。10个小时，一天啊？对，一天，一天，他真用功，拜了1年之后他来告诉我，他晚上能看到鬼神。我给他开玩笑，神通没得到，鬼通得到了。他说是人多的地方鬼就多，人多的地方鬼就多。白天吗？白天，晚上。晚上。他说鬼神大概是晚上4、5点钟他就出来了，但是很少，很少，零零落落的。到晚上8点钟以后，就像我们人间呢，早晨的时候大概10点钟左右去，满街都是人。晚上的时候，他说这个8点钟以后，满街都是鬼。他也占用我们这样的空间。对。只是我们看不见他，我们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我们，他也看不见我们。彼此互相都看不见。但是有缘就看见了。怎么叫有缘呢？你跟他有特别缘分，他就能看见我了。对。那我能看见他吗？也能看见他。也能看见他，所以有缘。你想我这个同学，他就能看见他。奇怪的时候呢，他还找到个女鬼，前世的夫妻。前世的。前世的夫妻。他鬼他有神通吗？他知道吗？他们还在一起住了几个月。天哪！所以我为这桩事情，我在台中就向老师报告。我说他是很好的人。很可惜走到这个路上去了。老师说各有缘分。各有缘分。对。就没法子了。个人有个人缘分。他父45岁过世的。我常常讲，我有3个同学，我一个，我们3个人同年，寿命都是45岁。那一年真的2月有发荣，他走了。5月就是这个学密的这个，他走了。7月我就得病了，所以我就知道，时候到了。我就念佛求生净土。我33岁开始讲经，45岁讲了12年。没想到这12年的讲经的功德延寿了。我病了1个月，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，是人家问我，我说医生能医病，不能医命，我是寿命到了。
啊，我不是病，寿命到了，啊，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个月，好了，好了，继续再讲经。啊，那么这段事情，李老师也是告诉我们，啊，李老师也非常难得，从学生当中，这个短命的，啊，他能看得出来呀，没有福报的，他都劝这些学生发心学讲经。哦，学讲经是求福报最好的方法。求福报最好的最好方法，修福修慧，修福修慧，福慧双修，福慧双修。学讲经这是最殊胜的方法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啊，所以能改变命运，啊，延年益寿啊，所以老师教我这个，我真接受，我就真干了，啊，而且真的契入这个境界，乐此不疲啊。啊，初学佛的时候，年轻啊，晚上经常通宵不睡觉的，啊，读经拜佛，啊，真一欢喜啊！讲经的时候碰到难的地方，没办法，这个古人注解看不懂，搞不清楚，啊，经本放下拜佛，拜上300拜，哎，通了。哎呦，哎，他为什么呢，师父？对，感应呢。感应，对呀，那拜佛，它是至诚心出来的。对，是啊，因为你清净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啊。啊，我心里这个经上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解决，300拜拜下去之后通了。啊，智慧现前的时候，写都来不及。什么来不及？师父？写出来都来不及，写都来不及，都来不及啊！是他这些那个就往上涌一样的。像潮水一样的。师父，这是佛教里说那个法喜吗？法喜，对。法喜，对。晚上常常读书，读到天亮，不知道天亮了。啊，时间好像过得很快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听您这么一讲，我还是不要看到鬼神了。我觉得就按照您教我那个方法，就好好去念佛，去拜佛，没错，不管不求这些，不求这些，能看见什么东西，不求，因为自己没有定力的时候，可能会吓倒，没错，会吓得，没错。你这一直去做个几年之后，自自然然的，就有感应。不要去求他，不要去求他，不要去求他。我这次想回去就听您老人家的话，就好好去念佛。哎，不错。老实的念佛，要然后拜佛，听经，听经你明白道理，然后帮助我念佛，你不会疑惑，不会疑惑。不错哎。好，那就听大经解嘛。对，就听大经解。好，对，好，就这一门足够了。好，我一定去照做。对，不错哎。感恩您。